Hello，呢度係正式自摸嘅白板哥啊。OK，禮拜六偷下懶先，嚟睇今日嘅3鋪偷懶。起手一隻白板，今日1萬先，一卡牌都冇。仲係未入牌，上家都要碰。終於入到牌啦，叫個壺先，一個篇章有卡窿。完完全全就係睇命。OK， 白板就最好啦。中兩隻點就地鋪。兩隻也是愛啊。又嚟白板，4筒嘅炸彈啊！繼續留對子，都係老規矩嘅啦。碰隻叫。而家嘅炸彈都好難炸得出，佢哋太醒目。上碰下字幕，中4隻，第3鋪。呢鋪好似好啲，第一隻摸白板，哇，好多萬字。哇！啲萬字真係多，叫幾多飛啊？大家幫我睇下，好似好多係咪？OK， 3筒字幕，都係有4隻嘅，拜拜。